2025報稅有好消息，各位，報稅季節正式開始。如果你正準備緊你份2025年嘅稅表，千祈唔好急住交表住，因為今年有個天大嘅好消息。根據最新通過嘅 APA 法案，2025稅務減免法案，針對我哋呢份2025稅表，好多舊嘅限制已經取消咗。以前大家最頭痛嘅扣稅上限，今年終於鬆綁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分析，喺填寫這份2025稅表嘅時候，你要知道嘅4個重大福利，幫你攞返最多嘅退稅。講詳細內容之前，如果你想緊貼最新嘅慳稅資訊，記得即刻訂閱我個頻道，幫手點個讚支持下。咁就唔會錯過任何慳錢機會。州及地方稅，首先講下大家最關心嘅州及地方稅。過去幾年，我哋都被迫受制於1萬蚊嘅上限，搞到好多地稅同州稅都冇得扣。但係今年2025年，情況完全唔同。針對你手頭上這份稅表，已婚夫婦同單身人士嘅州及地方稅扣稅上限已經正式提升到4萬元美元。出年2026會再加到40400元，但今年報稅係4萬元，亦即係話你2025年交過嘅昂貴地稅、州入息稅，今年大部分都可以放入去扣稅。但有一點要注意，如果你係年收入超過50萬嘅高收入人士，呢個額度會開始遞減。但對於絕大多數中產業主來講，今年報稅絕對係一個大翻身，退稅金額隨時多好多。標準扣稅額，跟住我哋講下標準扣稅額。針對2025稅務年度，因為通脹調整，大家嘅免稅額都提高咗。今年嘅準確數字如下：單身人士，你嘅標準扣稅額係15750元；已婚聯合報稅係31500元；戶主申報係23625元。這裏特別提各位長者，如果你喺2025年底前已經年滿65歲，你仲可以獲得額外嘅扣稅額。意思即係話，你可以喺剛才提到嗰個基本金額上面，再搭加一筆錢落去。舉個例，如果一對夫婦兩位都超過65歲，你哋就可以喺31500元嘅基礎上，再額外扣多3200元蚊，1600元 X， 加埋埋，你哋總共可以扣成34700元。數目好大㗎，所以記得填表嗰陣唔好漏咗這一項。特朗普賬戶，對於有小朋友嘅家庭，今年有個特別福利，除咗兒童稅務抵免增加到2200元之外，如果你屋企有2025年出世嘅新成員，你就有資格申請最新嘅特朗普賬戶。簡單來講，政府會送1000元美金俾2025年出世嘅小朋友。點樣拎錢？記得喺報稅嘅時候，留意有冇4547表格。只要填妥，政府就會自動開戶口入錢。呢筆錢會跟住美國股市滾存，將來可以用嚟做讀書基金或者創業。所以如果你舊年剛生咗小朋友，或者有孫仔孫女出世，千祈唔好錯過呢個福利。稅階，最後睇下你嘅稅階。2025年嘅稅階門檻同樣因為通脹調高咗，變相幫大家慳咗稅。舉個例，針對2025年嘅收入，已婚夫婦年收入去到約96950元，都依然係交緊最低嘅12%稅率。
單身人士就要賺超過48,475元先會開始跌入22%嘅稅階。雖然稅率無變，但係因為門檻高咗，你實際上交俾國稅局嘅錢係少咗嘅。總結一下，2025年報稅係有好消息嘅。州及地方稅扣稅上限升到4萬，標準扣稅額又加碼，有剛出世小朋友嘅仲有錢拎，所以大家執整齊啲單據先好報稅，確保攞返最多嘅退稅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記住訂閱我個頻道，同埋幫手點個讚。我哋下條片見。